金黃色、熱辣辣嘅菠蘿包係咪好吸引？今次我哋嚟個冰室菠蘿油同大家樂創新菠蘿包嘅大比拼，睇下邊個更出色。大家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晒！荃灣富華冰室位於眾安街嘅繁華地段，就喺荃灣千色匯對面。荃灣地鐵站步行過嚟要6分鐘左右。平時都幾多街坊熟客過嚟幫襯，有時仲要排隊添。喺店外已經見到各款新鮮出爐嘅麵包陳列喺麵包櫃，非常吸引。麵包金黃色嘅外表令人食慾大開。我哋過到嚟係下午茶時段，一於試下佢嘅招牌菠蘿油餐。我哋今次錯卡位，菠蘿油餐跟餐配紅豆冰，可以免費轉配凍檸茶。呢個餐係全日供應，價錢係32蚊。下午茶仲有炸雞髀、西多士、蛋撻、粉麵飯等等選擇。夜晚7點後，麵包仲有買2送1優惠。菠蘿包最緊要係外皮夠脆，麵包鬆軟夠熱。話咁快個菠蘿油就嚟咗啦！我哋仲嗌咗份火腿煎蛋濃湯米粉，都幾大碗，配埋熱飲價錢係42蚊。第二次去叫咗碗香煎豬扒煎蛋米粉，有2塊香茅豬扒，都幾好味，配埋熱飲價錢係45蚊。睇返主角菠蘿油先，菠蘿油大大個，包入面夾咗塊凍牛油，賣相已經好吸引。我哋第二次去食，菠蘿油表面微燶，你哋聽唔聽到？係嚓一聲。切落去嗰下已經 feel 到個菠蘿包皮好脆。菠蘿包微軟，包身鬆軟。散發出濃濃香味。塊牛油都夠凍，未融化。夾返塊牛油落去先。唔知大家會唔會壓扁個菠蘿包先至食呢？暖粒粒嘅菠蘿包，夾住一塊凍牛油，一啖咬落去，表面係香脆嘅菠蘿皮，帶有陣陣香味，麵包鬆軟有彈性，加上牛油嘅誘惑感，係冰火交融嘅味蕾享受，真係十分邪惡啊！飲埋杯香滑濃厚嘅熱奶茶，唔怪得知菠蘿油茶餐可以俘虜咁多港人嘅胃口。凍檸茶都幾大杯，夏天飲夠晒清涼。
香脆嘅菠蘿油配上幼滑嘅奶茶，簡直係絕配，混合出香港獨有嘅味道。兩次埋單都係70幾蚊。埋單嗰陣，咁啱見到香噴噴嘅蛋撻新鮮出爐，非常誘人，下次再試。平時都有唔少顧客喺麵包櫃買麵包。我哋再去睇下另外一間香港連鎖餐廳。最近成日見到大家樂嘅菠蘿包下午茶，賣相都幾吸引。究竟呢個菠蘿包好唔好食呢？即刻帶大家去試下。呢個芝士滑蛋菠蘿包總共有3款口味可以選擇，分別係午餐肉、叉燒、豬柳。我哋今次試下佢嘅午餐肉芝士滑蛋菠蘿包。望下其他人嗌嘅茶餐，呢款應該係豬柳芝士滑蛋菠蘿包。呢個就係我啱啱拎到嘅午餐肉芝士滑蛋菠蘿包餐，跟餐配埋一隻雞翼同熱飲，價錢係39蚊。我哋仲嗌多咗隻雞翼。菠蘿包嘅 size 比冰室嘅細隻，入面有塊午餐肉同炒滑蛋，好似冇發現到有芝士。菠蘿包嘅菠蘿皮完全唔脆，比較腍身，食落口嘅口感似係食緊餐蛋治。但滑蛋同午餐肉又加返啲分喎，炒滑蛋夠晒嫩滑，午餐肉亦都唔會太鹹。午餐肉配上嫩滑嘅炒蛋，夾埋菠蘿包一齊食，又係另外一番風味。菠蘿包除咗 size 比較細，菠蘿皮嘅香味都唔係好突出，所以扣咗少少分。呢個菠蘿包我就覺得一般般，似係一個帶有微微菠蘿包香味嘅餐蛋治。熱奶茶香濃幼滑，回味齒唇間，值得一讚。滷水雞髀同燒雞翼都唔錯。做個小總結，喺冰室食到嘅菠蘿油外皮比較香脆，麵包亦比較鬆軟，味道唔錯。連鎖快餐店嘅菠蘿包款式多樣，口味創新，但菠蘿包嘅香脆鬆軟程度仍然有進步空間。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大家支持。下條片見。拜拜。